今年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就业形势，整个上半年都白扯，换工作的都想明白点。今年我们单位我就负责开年招聘，我整理了几个数据。首先呢，今年是岗位竞争大，为啥说竞争大呢？首先呢，今年的高校毕业生就有1158万，比去年整整多出了80多万啊，这还不包括中专呀、技校的毕业生。而且呢，去年整体的经济不好，导致企业效益差要换工作的也很多。咱们再看看22年青年人的失业率是多少？19.9%。简单点说，就是5个年轻人就有1个没工作的。疫情3年多了，各行各业都不景气，很多企业都运营不下去了，不能只是开工资的企业，是不是也就变多了呢？然后咱们看看自己身边做企业的，行业不景气，企业是不是都在控制成本？招聘信息也变差了，招聘岗位少这个事儿吧，这就都能理解了吧？竞争会不会很大？自己说吧。回头呢，咱再说23年的整体经济，关键词是啥？关注的都知道，今年的关键词是复苏。经济复苏需要多久？此处咱们画问号。当然，已经辞了的咱不说了，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别等了，有好机会赶快冲。还没辞的，看看自己是不是上有老下有小。如果钱包充裕，上班就是为了娱乐的，但我没说。你们敢相信吗？国企也会欠薪，而且一欠就是1年。我说国企裁员，有好多人不相信，说没有听说过国企裁员。那你们听说过国企欠薪吗？19年下半年，由于公司业务的变动，出现了经营困难的情况。到20年初，每次发工资前2天都会收到人力的邮件，大概的内容就是经某某某小组决定，工资延迟发放，巴拉巴拉。也不是说一点都不发，每个月会有2000多块钱。而且这样的情况持续了1年，我们的企业年金也没有了，2000多块钱在北京连房租都付不起吧？还好那会儿没有的。有人肯定会说了，一个月2000多块钱怎么不离职啊？是的，我是一直陪公司走到最后的，但我却没有等到公司的春天。不离职是因为跟你们一样，觉得国企不会裁员，深信公司不会欠薪不给，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，我愿与公司共度难关。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我并没有迎来公司的春天，而是被裁了。这一路走来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再也没有了所谓的铁饭碗。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，落后就要挨打。这个服装区变得都很冷清了，都没有什么人了啊。这边人也少，这衣服都是时装。现在这里的人员比以前少了很多。之前来到这里的时候，这边人都拥挤不动，到处摆的都是衣服，这边都好多店铺都关门了。之前听他们说生意不好，都有好多关门不干的了，还有很多都拆迁走了，所以这边如今变得很冷清。之前这边都店铺人都满满的，老板的生意挺好的，原来这家是卖裤子的啊，现在这都不干了啊，关门了。3年的疫情搞得这个生意现在都很萧条了，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生意。